呢間店響中旅泉，聽講隔離有一個同性戀酒吧，所以我會充滿好奇。嚟咗兩杯咖啡，其中一個呢個拉花聖誕樹咖啡，你睇下呢條友。有朝一日呢，我要揾一間呢啲小店嚟開下，有4個前台工作人員，平均每2分鐘就入客。哎唷，咁樣相對嚟講，生意都幾好嘅噃。不過呢個係旅遊城市中旅泉，嗱，4個工作人員，一個5個。